台南市台湾世界旗袍文化推展联合会第一任的创会就职典礼，14号下午伫台南福尔摩沙游艇酒店盛大来举行，包括世界总会家己品牌创办人张丽缇以及台北、高雄等各友会、市府社会局的官员，拢特别到场出席，场面盛大。首先进场的是我们台南分会创会长杨丽缇会长，请来宾们给他热情的掌声。接着是我们的荣誉会长。创会会长由着杨丽缇来接任。杨丽缇唔定伫2024年拄旗下马来西亚环球传奇夫人选美优雅组的冠军，本身嘛是一位资深的珠宝设计师。对协会筹备阶段，伊嘛真感谢各友会、家己干部的付出，未来将全力协助女性的成长，创造多元的平台，让更多人不断来精进，勇敢对望。从筹备的第一天的创会大典，这一路走来充满挑战与学习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所有的干部与旗姐们，辛劳的付出，你们的努力，你们的坚持，让这个协会更加的凝聚，也让我们的愿景更加的清晰。为什么要创会呢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让每个人能够看到自己无限的可能，活出比过去更美好的自己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，帮助彼此突破框架，勇敢的追梦，并将这份成长的力量拓展出去，让台湾这片土地开出遍地的花朵，形成一个最美丽的彩虹。会中有着世界总会家己品牌创办人张丽缇亲自来收集家己印信，仪式庄严隆重。这个印信以及钟锤，就代表着我们台湾市旗的部分。接下来这个重担，那我们再次给杨会长掌声。接续召开第一届的大会甲参会，会中还有各友会旗节表演，场面热烈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